Hello，各位晚安，Welcome Mola。現在時間2026年7月20號星期一凌晨12時29分，都係一如以往嘅開場白啦，講幾句啦。今天早上係睇咗，因為瞓得唔夠多啊，唔覺意嗨咗個 Pokemon 波咧。咁拍醒咗隻嘢啦，咁就俾即係撳中咗個掣咧，咁佢端就端醒咗我啦。其實呢個都唔係都唔知第幾次嘅事啦。跟住碌下碌下，見到附近有間戲院啊，有早場喎，9:05，咁就睇呢個 UFO 離奇命案啦。因為都想睇好耐噶啦，佢有啱得咁巧又上，咁咪睇咯。因為唔係話想睇個時間啊，或者係個地點啊會啱噶嘛。咁見到好似有時間喎，又有位喎，最重要係有位喎。咁就算幾個唔想接埋啊，因為我真係唔想離開，唔想即係我好想喺假期宅在家，特別好似仲要唔夠瞓咁。雖然喺套戲裏邊呢，我都有一啲時間，因為太攰啦，不得不斷片，係斷片，完美嘅斷片。但係去到某一個重要嘅場口嘅時候，我都笑得好開心啊！即係笑醒咗，甚至乎可能係全場笑得最大聲嗰個，因為其他人好似唔識笑咁樣。唔知呢，我唔知其他人點諗，亦都唔會諗其他人諗乜，我淨係好似覺得我笑，或者有其他人笑嘅，但係唔知呢，嗰個位係咪應該要笑呢？我又唔知呢。點解人哋笑唔出，我笑得出呢？我又唔知。但係我睇鬼片我都會笑，所以係完全冇參考價值嘅。我識唔識笑係？但係喺套戲裏邊呢，即係可能喺宣傳裏邊啊，佢哋都我有聽過佢哋講過話呢套戲會回歸最原本一套電影最原本嘅一個用途，就係去娛樂大家，所以喺裏邊係冇信息去話俾大家知嘅。但係我又唔覺得係。佢係咪真係冇信息呢？我只可以話喺套戲裏邊去有一個位啦，因為係一啲叫做戲中戲中戲中戲嘅一啲情況呢，咁就去到呢，有陣時連身在其中嘅人物，佢都開始去產生一種混亂啊！佢唔知道邊樣嘢係真，邊樣嘢係假，如同我哋現今喺活於呢個社會裏邊啊！哪怕係 AI 嘅事也好啦，或者係坊間唔同嘅林林總總嘅消息咧，啲真嘅也好啦，假嘅也好啦，大家係好難去分辨咩係真咩係假。信者得救呢4個字並不是隨好聽，而係選擇自己去相信嘅嘢，然後就唔好質疑，放馬去信，呢個係對自己一個不錯嘅事，或者係一個唔錯嘅做法。而事實上就係話，即係如果喺根本冇人可以去，或者係唔需要去證明自己係真正而自己係假嘅情況之下，咁以個人嘅認知，或者你可能喺附近聽到人哋講啊，吸收到相關資訊之後啊，你覺得真佢就係真，假就係假㗎啦。N 年以嚟都係咁㗎啦，即係有一個可能鬍鬚立突嘅男人話俾你知佢係耶穌，跟住你話哈哈哈，你係耶穌啊，哇，你係耶穌。哈哈哈哈哈，跟住走咗去咁樣啦，即係好似想當年咁樣咧，魚真係匙羹啊，跟住俾人炒咗，道理一樣啦。即係你恥笑完嗰個，佢原來真係耶穌嚟嘅喎，但係你恥笑佢，咁我覺得應該唔會咁小氣嘅。但係就唔會信咯，講一啲事實出嚟啊，因為有好多嘢一個普通人係好難去，唔係判斷，就去審核。查證係真定假呢？咁事實上自己都唔會知道嘅情況之下，咁樣點樣去知道佢係真定假呢？咁就講個信字啦，信啲咩呢？可能講緊信緊一啲權威啦、啲專家啦，或者一啲有說服力嘅單位啦，哪怕係一啲即係舌燦蘭花，將啲假嘅都可以講到係一啲真嘅都好啦。咁其實就係冇辦法㗎啦，咁你自己又信，
即係好似一啲情情愛愛嘅嘢咁樣，係要慢中中落去嘅。咁人哋明係講大話嘅，但係你啊，我愛你啊，我愛你，好愛你啊！你講咩我都信嘅。咁明知佢講大話嘅，你仍然係相信對方嘅嗰個大話嘅話，咁咪繼續去不停咁樣喺呢個不是事實嘅事實基礎上面不停咁僭建咯。然後總會有一日啊，萬丈高樓嘅話，因為個地基唔夠穩陣而冧咯，就會係咁咯。即係主要想講嘅就係一樣嘢啫，即係真也好，假也好，即係而家呢個世代呢個時間點啦，唔好講呢個世代，呢個時間點比較難分嘅係都係一啲相片、一啲影片啊，都唔好講話喺坊間自己睇到嘅資訊係真定假啦，即係純粹係睇呢啲畫面，有時有一啲假得好明顯嘅，但係佢嗰種假得好明顯嘅嗰種質素，佢又真係真得好真，即係會暗笑一下嘅就係話，如果佢會整一啲資訊性嘅東西嘅話，佢唔係以假亂真，佢直頭係可以取代事實。古語有云：有相有真相，有片有真相。N 年前已經唔係啦，即係以前都有啲咩移花節目啊，嗰啲咩叫 P 圖啊、Key 圖啊、Key 啲相落去啊。古時就已經有啦，不過而家嘅話再誇張啲就係連片都整埋出嚟啫嘛，即係可能打個乞嗤，然後打乞嗤嗰條友換咗另外一個，跟住就話啊邊個當眾打乞嗤咁樣，有啲咁嘅嘢走咗出嚟啊！咁你會唔會話啊？好驚呢種咁嘅真同假，好難分辨啊！但係事實上又喺自己嘅生活圈子或者係呢個生於世上，你又有幾咁確信自己眼前見到嘅所有風景事象、人與物啊係真實呢？咁何謂真？何謂假呢？何謂對？何謂錯呢？呢啲嘢好取決於個人如何定義嘅，又或者係講緊自己嘅身邊普羅大眾係如何定義咯。我而家眯埋眼呢一下畫面見到嘅就係一大堆人啊，就喺路上邊哈哈哈哈哈哈手拖手有冇好輕鬆咁樣，好似人哋睇運動場、演唱會散場咁周圍走啦咁。喺個會場附近散場嘅時候，跟住有好多人流喺度周圍走嘅畫面啦，我見到呢個產生嘅幻覺就係因為我哋每一個個體啦，每一個人都係唔係真係即係除非自己係做嗰個啫，你係做低人嗰個啊，即係你係接收指令，一係你係發號施令嗰個，一係你就係接收指令嗰個。如果唔係嘅話，局外人所睇到嘅嘢，佢講出嚟嘅可以係與事實不符，係更容易與事實不符，只係將一啲對自己有利嘅講出嚟。特別係我哋嘅呢一個地方嘅話，佢根本唔需要你其他人點諗，甚至乎係。不過有陣時係會諗，橫掂你都搲爛咗塊面咁多次㗎啦，你都唔爭在啦，你即係把刀都懟咗落去，都係咁抽插咁滯啦，即係你加多一刀唔多，你加少一刀又唔少咁樣，咁不如嚟個痛快啲㗎啦，佢又唔會，佢又唔知點解硬係要係咁倒啲回復藥水喺個傷口裏邊，即係人哋問有冇啲咩禁單，你又話。我哋唔會提供嘅，因為咧就唔可以俾人哋知道咧有啲咩禁，有啲咩唔禁。但係對立面就係話，咁你連禁同唔禁都唔講嘅話，咁我點知道自己幾時犯同幾時唔犯呢？而事實上啦，當然就係話只要緣分一到嘅話啦，就可能唔係可能啊，只要緣分一到嘅話咧，佢話你係就係㗎啦，即係佢話你心裏邊有呢個意思，有呢個想法，佢話你係就係㗎啦，因為。爭在未做到呢一步咁 worse 嘅啫，但係唔近啦，或者根本已經以另外一個形式去做緊呢樣嘢。
即係有陣時啲人會話啊舊市有幾好，舊市有幾好，舊市有幾好，跟住話舊市衝埋落海。當今日睇 trailer 嘅時候，見到啊麥兜嗰個導演去整咗套新嘅東西，咁就講啲小蟲蟲去大冒險。即係人哋都拋棄咗嗰隻粉紅色嘅豬仔情況之下，去創立一個新嘅 IP，去整一個新嘅故事。雖然係講緊話係啊，呢個咁差勁嘅氛圍啊，不理想嘅環境，佢維持幾耐呢？即係講得難聽啲嘅話，佢要用呢種咁嘅方式去千秋萬世嘅，你咪由佢千秋萬世到夠咯。一來千秋咗之後啊，你一個人都已經唔喺度啦，個民族喺度與點呢？咁又與我哋何干呢？咁你不如爽咗自己先，唔好俾周邊嘅氛圍啊，或者係周邊嘅一啲，你擺到明係一定唔會有好事發生嘅新聞㗎啦，即係有啲咩新聞係會好事㗎，咁咪一係一笑置之，一係就完全冇事咯。如果即係無知是福嘅其中一樣嘢就係你知少啲嘅話，咁就會傷心少啲啊，即係起碼嗰個情緒唔會咁失落啲先啦。又喺上網嘅時候，總會係睇到呢兩日呢，咁就見到啦，美帝嗰邊呢搞作呢，就不斷咁樣去用唔同嘅文字啦，咁就去抹黑啊呢邊嘅人啦，咁就講佢哋話唔知幾多年前呢，咁就去干預佢哋國家嘅事啦。唉，齋講係冇用嘅，咁你講完之後人哋打嘴炮嘅，咁不如一邊講一邊做啊，先講下會做啲乜嘢，冇咁嬲啦，會唔會再實際啲呢？當然係唔會知道呢一波嘅操作啊，或者係接住落嚟係會做啲乜嘢㗎啦，但係呢邊係唔係好似隻字不提呢？我唔知新聞有冇報，因為我冇睇電視，但係少睇喎，係唔敢報，真係唔知啊。是但啦，都係嗰句，發生任何事情都好啊，除非太陽瓜老襯啦。如果唔係嘅話，地球仍然係轉動。正因為地球係仍然轉動嘅關係啦，咁所以自己都係要好咁樣努力活在呢個咁嘅時間之上。最後啦，唉。的而且確係有好多嘢，我係想知，係出於好奇啊！有好多，總之就係得個知字也好，怎樣也好，都冇乜所謂。所以我先會有一種感覺，就係話接住落嚟嘅啲最後啊，所播放嘅呢首歌，某程度上邊係我對呢個世界嘅情歌。呢個係世界系列嘅裏邊嘅其中一隻歌，叫《了解世界》。今天時間先去到呢度，我哋下條片見，拜拜。你有冇諗過自己可以幾好奇？你會冇妄想自己好多，都想知，想知道你食飯嗰時去邊，想知你係點樣返去屋企，想知你入目前見到邊位，想知道嘅嘢實在太多。
想知道嘅心情太複雜，想知道玩壞你變成點，想知道世界唯一真實，想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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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世界方法。實際上相反，係超出想像，無數之不盡嘅唔同世界，定只係一塊巨大嘅板塊。你有幾想了解自己所身處嘅嗰個世界，一直冇變。我好想知道，穿越到他國，維度不一樣，世界無止盡。就算會有千千萬萬嘅我，冇辦法去勻晒所有世界，我又應該點先終結到呢種純粹嘅單一自我滿足？要點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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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我有幾咁愛你，想知道點先可以變改，想知道點樣唔再去諗，想知道，想知道，想知道，先知道越嚟越冇可能。有冇可能呢家嘢呢？又真係唔係我說了就是嘅，但係喺前路完全係難以看見，突然之間會蒲頭嘅曙光嘅話呢，係啦，有咩可能呢？唔知係咪可能佢冚頭埋牆撞豆腐，或者係撞豆腐無端端走咗？唔知咧。好啦，再講多次啦，今次條片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見，拜拜，晚安啦，星期一工作愉快啦，我都係，拜拜。